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东突厥散的监狱或拘留营继续增加。上个月，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了东突厥散的喀什等地区，并发布了一系列新闻。根据华盛顿邮报9月23日访问喀什的报告，中国当局继续增加喀什的大型营地或监狱建筑物的数量。当局在喀什市6英亩的土地上新建一栋13层的营地，并于今年1月开放，并指出该营地可容纳1万人。华盛顿邮报说，对东突厥散的访问和总部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证据表明，国际压力和批评无助于制止中国在该地区实施镇压和系统的破坏政策。根据信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发现，与旧营地相比，喀什新建的营地在监视和监视设施方面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系统。凯利比诺尔现在逃亡欧洲，成了难民。他决定打破沉默，向寒冬讲述被派遣驻东突厥散维吾尔族家里人的汉族亲戚的真实情况。凯利比诺尔·席迪克是少数亲眼目睹所谓教育转化营实施暴力、酷刑和虐待等行径，并为之作证，逃离东突厥散的维吾尔人之一。中国镇压维吾尔人民的一个策略是结对认亲，这是一项强制措施，要求100万中共干部住进维吾尔人的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睡、同劳动、同学习。直到今天，每个遭受残酷虐待的女性，不管老幼，心灵都被深深的恐惧所占据，甚至在一些人的心里，对强奸和性虐待的惊恐挥之不去。去年12月，她奇迹般地摆脱了噩梦。尽管困难重重，她还是想办法拿回了自己的护照，到国外治病，但条件是她丈夫留在国内，她保证马上回国。2017年12月，中共政府证实了这些决定性变化的实质，宣布退出民族团结结亲周，扩大认亲计划，强行将100万中共干部结对，并安排他们住进与他们结亲的家庭。从此，这些家庭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戚。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以无法接受的风险为由，对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实施出口限制，原因是该企业供应的设备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根据路透社取得的美国商务部周五签发的文件，中芯国际及其供应商必须申请出口许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电脑芯片公司，在向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出口某些技术之前，必须获得许可。这对中国发展先进技术的行动是一个打击。特朗普政府目前已经将275家企业列入该实体名单，打击中国命脉产业。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等都榜上有名。周日凌晨，重庆一煤矿发生安全事故，在17名被困人员中，已有16人死亡，另1人情况危机，正在抢救之中。根据官方新华社的报道，位于重庆綦江区的松枣煤矿井下，因为皮带燃烧而造成的一氧化碳超限，导致17人被困。至周日下午，被困人员搜救工作结束，其中16人已无生命体征，1人送往医院抢救。綦江区政府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具体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尚在调查之中。土耳其谴责在阿塞拜疆导致平民伤亡的亚美尼亚袭击事件，并呼吁国际社会站在人民身边。土耳其外交部发表的声明中，强烈谴责违反国际法并造成平民伤亡的亚美尼亚袭击行径。昨天上午，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前线发生了冲突，当时亚美尼亚部队向阿塞拜疆居民开火，阿塞拜疆军队发动了反击，并将一些定居点从占领中解放出来。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谴责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中的平民死亡，并呼吁立即结束冲突。声明中还提到，古特雷斯将与阿塞拜疆总统伊拉姆·阿利耶夫与亚美尼亚总理举行电话交谈。